好，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，神的荣耀配得，我们要欢呼来赞美这伟大奇妙神，因为他创造万物，他造你造我，所以他是伟大奇妙神。来，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创造天地和万物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神，他是瞎眼看见，睁眼能行走，在他没有。在他没有来者。
已战胜黑暗罪恶权势，全能君王掌权直到永远，愿主荣耀国度降临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，主耶稣的宝血是我真难的神，成为我的拯救，荣耀哈利路亚，主耶稣的生命是我的力，是我永远盼望，荣耀哈利路亚，主耶稣的宝血是我最难的神，成为我的拯救，荣耀哈利路亚，主耶稣的杀气是我的力，是我永远盼望。把荣耀归给在我们天上的神，因为他配得。当我们拍手的时候，天上的天使也跟着我们一起拍手欢呼，因为他配得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知道你就跟我们在一起，你充满在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。主，你这个时候已降临。主，谢谢你设立宝座在这里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。让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无论进入了多少的困难、风浪跟低谷，主啊，让我们凡事都能做。哈利路亚！昔时未曾看见，但是依然要仰望十架。信是要全然交托。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。信是未曾看见，依然仰望十架。信是完全交托，神之主已掌权，神之主已掌权。让我们依然仰望十架，依然仰望十架，信是完全交托，信是完全交托，神之主已掌权，神之主已掌权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来听神的话，亚比斯在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：“圣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”你猜最后，神就应允了他的祷告。神要带领我们跨过我们生命的界限。神也要带领我们走向那日出之地，让我们向着标杆前进。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这个他充满力量，充满能力，让我们带着无比的信心跟确据。
9章7节说：“我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，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为那城祷告耶和华，因为那城得平安，你们也随着得平安。”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中的那个城是什么？是国家，还是家庭，还是你自己？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，为着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城来祷告。因为当你为这个城来祷告的时候，他就会得平安，你就得平安。为一个土地，我心心祈祷。在这个时候，在敬拜的时刻里面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开始闭上眼睛，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那个城来祷告，为着你的困难来祷告，因为你向那个城求平安，神就将那个平安赐给你。因为圣经上耶利米是这么说的：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，那城祷告，为那个城来祷告耶和华，跟耶和华求告。因为当我们跟耶和华求告的时候，我们城得平安，我们就得平安。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在我们心里面需要被你来得着。主，恳求你，我们生命中有的那一个城，主，无论是国家，无论是台湾，或者是在加拿大，主，这2块土地，主，有很多人的生命仍然没有遇见你。主，恳求你赐下恩雨降临，主，使他们的心回归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，主，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家庭都需要你。主，愿你掌权，使基督成为每一个家庭的主。主，我们为这个家庭，为每个家庭来求平安，也求释放。主啊，你释放一切被掳的，主啊，使得一切被掳的都要被你来夺回。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已经夺回所有很多的生命。主，求你再一次的，主，为着我们自己的生命再次交托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无论我遇见什么样的困难，我们在服事上面遇到什么样的瓶颈，主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主，当我为着我们生命中的瓶颈来欢呼赞美你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相信那在天上就要得胜，因为亲自为我们来争夺，为我们征战的是天上的你，因为你已经派天使天军为我们来征战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不够的，求你加添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而是靠着你。主，让我们带领我们走向那日出之地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再次的在你面前求告你。主，我们要恳求你，愿你的旨意降临在这个地方，愿你的圣灵，愿你的圣国，你的天国就降临在这个地方。愿我们都是天国的王子跟公主。主，你看我们为宝贵，谢谢你怜悯我
我们的生命，怜悯我们的不够，并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亲自来修剪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来被你修剪。主啊，在今天来到这里聚会，来到灵修会，主，我们不是来吃饭而已，我们也不是来听牧师讲道而已，而是主，我们愿意空空的来，饱饱足足的回去，让你来修剪我们。主，让我们或许带着一点神你给我们的心意回去，以至于我们回到教会，我们回到家中，主，我们能够成为那精兵，使人蒙福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你扩张我们的帐幕之地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愿意拣选我们成为你的精兵，成为器皿。主，谢谢你，不在乎人数，而在乎生命的灵的同在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我们一起再为这一个土地来祷告，我们用诗歌来祷告神。为这个土地，我心情记得，我主的真理那根传的偏照。咱来兄弟姊妹的心中，阿门。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牧师。